要揾嘅 LCM 啦，我哋會知A 同 B 都唔係噶啦，因為 LCM 係話要揾到大家都要有嘅嘢啦。咁但係今次我嘅做法咧就係將個 P 係代個9啦，個 Q 咧就係代個2落去，跟住試下撳機撳出嚟。咁將個9 store 去 A 啦，將個2 store 去 B 啦。咁 A 嘅2次減 4B 嘅2次，就出到65啦。跟住 A 3次減 8B 3次就出到665。最尾咧呢個係 A 加 2B 乘呢個 A 2次減 4B 2次，就出到845。好啦，譬如我撳第一個啦，個 C 啦，A 加 2B 成個嘅2次，再乘 A 3次減 8B 3次，出到係11385。跟住咧 A 加 2B 乘呢一個 A 2次減 4B 2次，再乘呢一個 A 3次減 8B 3次，就出得到咧係叫561925。而家我將112685嗰個試，因為佢呢個細啲啊嘛，我試下除65得唔得咧？得。112385除665得唔得咧？得。112385除845得唔得咧？都得。咁所以咧個答案就係 C 啦。